Hello，究竟有冇辦法令到你嘅財富升一格？先唔好講哇反轉人生啊，要一個扭轉人生啊，一夜暴富啊。通常有一夜暴富嘅人呢，佢就肯定唔會一夜暴富，因為佢呢個思維個出發點本身係錯誤。因為財富如果突如其來嚟呢，咁啊根據統計呢，嗰啲中樂透嗰啲呢，超過一半以上中完嗰啲樂透，即係呢啲好勁嘅六合彩幾多億派彩嗰啲呢，5年內都會打回原形嘅。OK，因為你要改變財富唔係靠一夜暴富啊，咩貼士啊，要搏一搏啊，即係呢個出發點本身已經有問題啦。唔好講話佢做啲乜嘢投資咩工具。好啦，唔好講嗰啲咁誇張住先講下點樣財富可以上一格先。OK。嗱，嗰一格係個定義好闊㗎，有啲人覺得我而家揾2萬蚊，咁我揾5萬蚊咪一格咯，係嘛？咁有啲人揾緊10萬蚊，咁我可以揾到30萬係一格㗎啦。即係我覺得嗰一格就係講緊你而家擁有或者你做緊嘅嘢係倍數以上嘅，即係我1萬蚊，我一定係2萬蚊或者以上㗎啦，就唔係話我而家揾1萬蚊，我財富上一格喎，我11000蚊先咁嗰啲就叫努力少少啦，係嘛？咁但係亦都未到反轉嘅 ，OK？ 咁點樣做最快嘅方法係咩呢？就係環境 ，OK？ 就係改變你嘅環境，因為改變你嘅環境，你係即刻一刻可以做到。當然啦，唔係話喂我而家身邊所有人，我突然間啪一聲變走晒佢，變個新人，唔係咁嘅意思。你可以而家開始決定建立新嘅環境，去建立你新嘅認知，建立你新嘅能量。去擁抱新嘅結果啊嘛，係嘛？咁點解咁講呢？因為人係環境嘅動物，呢個係毋庸置疑噶啦。好簡單，一個細路仔如果佢2歲已經喺一個西班牙語言嘅環境長大，咁你諗下去到6、7歲佢係講啲咩說話，係嘛？咁如果你一出世就喺一個做生意嘅家庭身邊所有嘢耳濡目染，全部都係講做生意，點樣揾錢，點樣去話發掘機會，講政治，講商業，咁你冇可能係對呢樣嘢一竅不通啦，係嘛？咁亦都解釋到點解而家即係我自己都係一份子啦，我太太都進入呢個行列，就係喂，香港要出盡所有辦法令個仔咧入一間好嘅學校，甚至移民為一個仔，係嘛？聽到好多。咁點解？就係環境啊嘛，就係要製造一個令佢一個好好嘅唔同嘅環境去成長、學習、吸收。既然係環境嘅動物，咁大人啊，即係我哋自己咧，有冇諗過你或者我嘅環境係乜嘢？你圍繞嘅身邊嘅人係同頻共振啊嘛，講過多次啦，係嘛？你咁嘅頻率，你一定會同嗰班頻率嘅人，你先會舒服㗎。你個頻率一唔同呢，你就會覺得好唔舒服㗎啦。即係可以做好多實驗，就係2個唔同嘅 frequency 撞埋一齊，一個係432，一個433，兩個 frequency 撞埋一齊呢，已經係個聲好難聽㗎啦。即係我都做過好多實驗，用2個電話可以製造啲音頻出嚟㗎嘛。一唔同頻呢，哇，嗰把聲就好即刻唔好聽。人都一樣嘅。咁其實點解？你而家呢個狀況係反映咩呢？就反映你身邊嗰班人嘅頻率。OK，including 咩呢？ including 你平時睇嘅嘢，你嘅娛樂都係喺嗰個頻率上面嘅。OK，咁你要改變就係改變呢個頻率。一係你就自己提升，跟住慢慢吸引新嘅人翻嚟；一係你就建立一個新嘅圈子，用個圈子嘅能量去提升你自己。OK。咁我過往10年就印證咗呢樣嘢啦。咁我因為我其中一個事業其中一個因為而家已經係多方面事業啦。我其中一個事業係做呢個理財、財富管理啊嘛。咁我喺10年前咧就決定咗，我要做高端客戶。OK，咁個故事有機會再講啦。咁當中有個故事令到我作出呢個決定。咁我決定咗做高端客戶咧。咁高端客戶喺邊啊？咁香港有好多啦，當然。咁但係香港，我覺得競爭太大咯，會唔會喺內地呢？咁我就一個人翻去內地，最高峰嘅時候呢，我又唔識國語啦，冇人脈啦，冇親戚啦喺內地。咁我高峰嘅時候呢，一個月係飛上海、北京、武漢、深圳、廣州，就日日去咁滯啦嚇。即係逼自己
去到嗰個地方，跟住再識一啲高質素嘅人。開頭唔高質素唔緊要，因為開頭我需要用半年時間，完全係迷茫嘅，唔知發生咩事嘅，係逼自己慢慢建立，跟住學下。Hello， 多謝你聽到呢度啊！如果想繼續聽埋落去呢，歡迎去 Patreon 登記會員啦，亦都有更多深入嘅內容，同埋我哋係一個靈性同財富自由雙收嘅一個 community 啊！期待見到大家，拜拜。